各位觀眾、各位喜歡粵曲同埋粵劇嘅朋友，大家好！又係我哋見面嘅時間啦。大家好，我哋今集係介紹南宋愛國詩人陸游嘅故事嘅。陸游同埋佢嘅表妹唐婉，佢哋結成夫婦，而且仲係非常之恩愛。可惜婚後3年，唐婉都無所生養。咁佢嘅家姑咧又聽信咗閒言，要將佢送去庵堂終老喎。而陸游咧極力反對啦，但係都係失敗。咁結果一對好鴛鴦咧就變咗係鸞鳳分飛啦。咁唐婉呢，因為感到身世好飄零，佢竟然走去自尋短見喎。好彩咧得到呢個趙士程相救，咁佢就為咗報恩呢，就下嫁咗俾呢個趙士程啦。咁而陸游呢，亦都喺同一日呢，係娶咗另外一位女子噃。2年之後，陸游同埋唐婉無意中喺沈園相遇。咁因為當時大家已經有咗新嘅家庭，唔想話再有舊情復熾，於是乎咧，陸游就喺壁上題上《釵頭鳳》呢首詞，以示佢嘅決絕。當唐婉呢讀完壁上題詞之後呢，因為佢太過傷感而病倒咗啦。咁而最後佢亦都寫上嗰個絕命詞，之後咧就含恨而終啦。40年之後，陸游重臨舊地，去到沈園，見到壁上嘅題詞，真係不勝唏噓。請欣賞由深圳粵劇團文武生黃偉芬先生所主演嘅《再進沈園》啦。